劳动部宣布，对明年的元旦开始，要启动雇用安定措施。那是伫咧目前7大景气较不好的行业才透露的劳工，互人减班休困，就会使申请薪水补贴，上济会当领9200。劳工团体嘛真赞同，认为会当预防因为景气无好大量裁员的状况。国发会27公布11月景气定好唔拿定，景气有小可转好，但是制造业销售量也是价袂会拿定。劳动部公告元旦开始，这种行业若减班休困，也就是大家讲的休无薪假，就通领薪资补贴，上长通领到明年6月底。包括手零制品制造业、金属制品制造业、电子零件制造业、电脑电子光学制造业、机械设备制造业、其他运输工具加零件制造业，甲履行相关的服务业。明年1月1号到6月30号之间，跟事业单位有去协议做这个减班休息的一个约定。那有30日以上，地方主管机关也有列册通报的话呢，他就可以跟我们的劳动力发展署分署，或者是线上的一个系统来提出申请。薪资补贴计算方式是以劳工平均月投保薪资，甲劳工雇主减班休困期间协议薪资来小减的50%来计算。那以劳工月投保薪资上悬45800，减班休困上加薪资要达到基本薪资27470块来计算50%，加上劳动部自动补贴加进位到8位数，上悬通领9200块。非常时期啦，劳工甲雇主要安怎度过啦？受这个景气的影响的行业以外啦吼，迄未来因为咱即马开始迄个气候的变迁有无吼，搁一寡迄个有受到国际贸易的关税的影响的行业，阮拢爱提早用入去伫即个观察的对象。劳工团体对此表达肯定，认为由政府提供帮助，通避免雇主伫景气无好的时大量裁员，预防劳工失业。这摆劳法署安定措施预算按5亿，估计有1万人通受益。另外，劳工团体也建议政府通伫这个时阵提供劳工课程，提升自我能力，较通因应景气变化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